各位乡亲，木天拿着坚固的土地，越头一看，年段幽远黑暗，不过伊已经离开迄个所在。乌云慢慢散去，一道温暖的日光照伫木天的身躯顶。伊仰头望天，深深舒一口气。虽然衫阁有黏，重担阁弯摆伫脚趾嘛顶，不过心内已经无迄款的作梦。木天向云座行礼，多谢你的帮助。云座微微啊笑讲，毋是我，是上帝听见你的呼求。木天望向前面的路，伊感觉道路比以前搁较光，自游园一路带领。木天提起脚步，一步一步向前，每一步拢充满感恩，每一步拢有盼望。各位乡亲，云顶未必马上拄起重担，却会赐予人新的气力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